係啊，各位聽眾，當然是7月，等陣我開個sound effect，可能去慢慢吹啫。我人真正謝謝，哦，當然但我人這條線為真謝貴物件，當我做幫你哋驚聲啫啊，當我吹看先，慢下都，哎呦，慢下哈，當聽到，當聽到。哦，OK 來，介紹我哋當時7月講幾個故事，我哋今年是閏年啊，閏7月啊，攞到幾個故事，特別呢，स्वा虎跟人講，幾出來談一條呢 Visa 談30節呢，幾個 Visa 談30節，因為咱閏7月本可以無談 Visa 嘅30節了，無談60節了喎。所以冇誒啊！一特別表見到咱7月嘅了，我講幾個故事，第一人是講幾個故事，特別知道呢。我諗幾個是只特別咧，就是是唔是紅龜龜想出來 idea 嚇？啊是啊！我諗紅龜龜講頂開時一隻狗看到，唔係你兄弟，有時看到龜很多，你額頭佢講伊頂到時冇啦，唔是伊講我每額頭看把看佢看到特特，伊講每看要食甜，要食鹹，就要講食甜，但是冇咧，伊就煎特特煎到死去嚇，對，看額頭。我頭真係死啊！對啊對哈 ，OK。當今我哋嘅邊呢就是紅龜龜，有死先咧？紅龜龜咯，鵝頭咯，個有哎呀，頭先未記講你畫面上面話即個你名阿蕉啊，阿蕉嚟啦，阿蕉是念蕉嘅蕉就麻木嘅蕉嚇，有時個雲吞咯，個雲吞是咧南方嘅。等下爹，等下爹雲吞，下爹雲吞落料。咱下爹就好雲吞落料，咱你在咱馬來西亞嘛一條咯，下爹嘛就雲吞咯。一路企過就地個，一條下爹落料啊！你講個地是新加坡啦。哦，對，佢去新加坡阿崩一地嚇，紅菇一地，紅菇對，哇，好勢啦，搞到咧雲吞落料，一地個一地啊，即係紅菇一地，然後個有阿蕉是到哪裡？阿蕉到新加坡。哦，阿蕉們到新加坡，阿蕉們是到啲，亂有那啉酒，有那隻紅菇，就是阿蕉嘅紅菇。個雲吞咯。嚇，那個雲吞，嗰條隻龜叫過去嘅攤隻雲吞，好雲吞，好。定當咱講食巴掌嘅，講個話嘅腰，當佢講，當佢咪講學到幾個數本小就食物件話，個紅菇啦，個雲吞啦，個阿蕉個攤啉酒個隻脆蚵，係啊，那個你有咪菇嘅煎蚵。煎咪菇個煎蚵 ，OK， 然後等陣個阿蕉個人拍招呼啫，個人介紹啫，阿蕉是往新嘅邊，厝你個人是來過嘅嚇，係啦，即係個人來過嘅，然後阿蕉是新嘅邊啊，特別個歡迎，就係個人自我介紹就係咁咩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蕉，我到啲新加坡做緊我邊人嚇，馬波。未個，拍到真啊拍，卡板佢拍2個。啊唔，較早時我拍你是呢個目的啊。我到啲外口食飯咩？哦，嚇掉，呢個係咪寫啊？少條啲 message。嗯，แล้ว當今呢阿蕉是馬步啦，阿蕉嘛，念蕉啊嘛馬步咯，對唔對？係啊，是咯。有時等陣我睇到我特別係我除你見啊 sound effect 先啊，同佢哋講古語物件，等嚟講，直接要 start，你告訴我，直接 start 嚟先，紅菇講先，學到係咪物件學到嘅？學到嚇，嗰個佢帶得嘢掉，冇人學到劍，嗰個學者帶得嘢掉啊！冇人知我人笑話咪鬼，嚟紅菇講就係得嚟嘅。冇嘢啦，冇嘢啦。
講 I start 啊，就是沙巴 hotel 啦，有一個 story 咯，這是我大一朋友會聽嚟啦。你是告訴一個故事then 沙巴就是一間 hotel 一間酒店也出名嘅。then 伊叫咩名？我別使講啊，別使講。我唔知名，因為伊我講人做拍派人成呢啊，問講。你講咩頭殺嚟啊？伊唔知。伊冇講，伊 just 講隻酒店嘅。then 伊講有一查某就是伊做你房間咯。then 伊就是到房間內邊自殺了。自殺方法是真奇怪嘅，伊是到你水池入邊伊閃你水閃電啊，我咧舉你隨行檔啊，隨行檔佢咧掂到佢咧水池入邊真係是索嘅幾多笑，嘅幾條電視嘅講咯。then 佢後就是伊就是為整自殺嘅可能伊自殺合聲嚟作悲會嘅可能係死個作悲會then 佢後就是就是佢嚟了。呢個即係比較複雜，咁慢嘅坤啊！我咯報少咯，特別我落嘅時候講我行鬼嘛。咯，贏咗咯，佢就是到就是有人帶去你房間嘅時候，伊暗暝10點就會味到你臭氣大味啊！10點就有你臭氣大味喎。then 佢就是有一日咧，真正拄好誒，就是有一個會上，伊就帶咗你房間入面咯。伊是倒轉來嘅，應該是香港來嘅，聽人講伊是香港來嘅。then 佢後就帶你房間入邊咯。伊無聊嗰啲會上。then 本是10點佢後時本是小想嘅咧，可能事發生咯，就是10點就味咧，臭氣大臭氣大味。then 我個姐姐我聽到咧。在經裏邊有考嘅聲啊，你就我就邊，你看索士，就邊索你看你。阿咪，開眼之下，阿咪嚇咩嘅？呢個呵，一年我不要做嘅事，我做。你好。咁多你講咯。then 佢後就是喺學校就是再講就是在對立入邊出來嘛，你成日一直去開你對立你在經嘅門咯。你開喺在經嘅門咧，真係是看到你查某呀。then 你查某真係是顧你你水池邊啊好，then 伊身軀已經是超大嘅你個出汗嘅，佢成個佢出煙嘅啊，反正出煙嘅可能啊。then 真係一陣咧，隻嘅線喎，你龜就一集個龜就嘅線啊。then 就是咧，佢上就是都去問咯，你做咩事？你個大啲這邊？你應該去嘅所在嘛？你做咩事？個大啲這邊？你可以講咪講啲物件，我咧就是。大部分有嘅物件啊嘛，愛整嘅物件，就是愛坑伊咯，就是咧會想着坑伊咯嚟講，坑伊，坑死咩？坑，勸你，勸對，then 就是坑伊就是叫離開咯，那個你查某鬼伊就嗰時幫袂落，伊講伊等伊大部分有轉來，伊講伊打掉仔伊。但啲真係對嚟經房間嘅，佢揸小白時就是大啲喺房間入面嘅。then 佢又喺度邊翻嘢咯。then 佢又去上就講，有可能喺你大波是未對嚟嘅啦，有可能人對有新嘅就話朋友，有可能有家庭啊，有咁樣啊。你都咪講嗰啲物件，你成期你一期嘅所在性咧，你對那時你個機會，你到對嚟做人嘅話maybe 你會拄到較好對你較好嘅人嘅你看咯。then 你看伊過後啦，就是講嗰邊古文啊，聽我朋友講伊會上架，你鬼講邊古文咯。你鬼就是過後就是真係是
冇去咯，好像變冇去咯。那過後就是嗰啲 hotel 我就是冇嗰隻冇咧抽去大皮嘅咧。特別你有你 hotel 嗬，樣就是燒幾耐房嘅嗬，啷知哦？啊對啊，一間房嘅嚇，第日丟嘅有坑嘅，這是就是阿蕉嘛冇係啊對。因學掉啲啲有坑嘅環境是專門是留條河一款嘅第三世界嘅人去住嘅。第三世界咧，馬來西亞唔是第三世界。嚇？都大人不走嘅時，若是講有去木學掉下面，若是苦咧，問去拍到景啊，掉掉大景啊。哦，講苦咧，你過去拍到。伊人有人真係有學掉無13樓嘅有架車。咩13樓？啊跟學掉只隻無13樓。都有一個樓櫃伊一個樓了，樓有坑嘅，幾層樓坑。有嘅。誒，我知道，唔是 hotel 啦，我知道自己住咧Penang Hill 嘅住Bangalow係我聽到這聲。安尼，唔是那隻卡波咧，我早困嘅時，有可能是樓卡人啦。即個關係本有嘅。我到啲樓卡，我聽到伊聲查咧，嘣，一嘣一聲，那聲人驚落聲咧。特別有可能是樓卡嘅你搞咧厝啦，有可能是。特別嚇死啊，嚇到我齊驚。誒，我有聽過哦。等陣學你馬步講了聲啦，阿蕉講了聲。馬步。來馬步就會講。我講呀，講我告訴啦。啊，嚟。誒，這是我自己告訴嘅。喲，個卡機啊！哦，你看到，唔，鬼我是唔看過，特別都感覺你自己個嘅物件。對啦。但我告訴是我家己嘅 ，actually 有幾刀，或者刀人家是驚甲唔知被安怎好嘅，驚甲馬步，有一個人了嘛，都唔知是唔是馬步啦。但我古早是做旅行社嘛，帶團嘅嘛。導遊咧是導遊咧，唔是導遊。對，叫青，叫青對。有一擺是去，即個是帶啲高咧，即係韓國嘅酒店位嘅。啊，每看每日都冇看過。每日都特別去韓國嘅嘛。你人成家去酒店有成家未入去嘅時有成家講卡醫生還是冇卡會喎？卡啥聲？講即講冇。即係為人卡都驚。你卡冇？你看你卡啥聲？你卡一個卡都對。我咪是唔干淨，我就面接你咪一個干淨。就是我自己本身呢是啊，我講啲 hotel 是本是快舊了啦，了伊成個 lobby 啊，即個 corridor 嗰啲是暗暗嘅。有驚。一個 corridor actually 是無開，都特別大對你房間每頭前啊，有一個 switch 啊都開開，了都計使插數時入去嘅。呢個靠開，因為我知當時是怪怪事，我唔知是我本未記是係咪隔境係咪後邊咧，特別是講一開門嘅時咧，內邊暗暗咧，特別咧電視機倒掉嘅喎。係咪電視機開掉嚇？啲 TV 開掉，特別無接駁嘅，然後人家花你都白。哦，一閃得快準，而做咩事咧？可能明明是應該 check out 嘅嘛，你 Q 房間啦，條條應該有電視機嘅嘛。等陣咩事啊？我看過聽到人講話，一個死個。你嗱，你接去台經條條啊，接去台經啊，就嚟接去房間條條是被開開嗎？啊，一開開未到安裝好。開但是機有多，那開未到。哦，電啊，有時可能咪是。因為較快歡喜好水平咯，問一仔隻嗰啲人隻隻來隻隻開。哦，隻隻就開啊！啊，你看個表見嗰啲是，這個是單隻，這個單隻有咧。來講下。來 check in 咧咪 OK，讓在啊 hotel 條裏邊有100千拖嘛。啊，對。啊？個人有樣千拖 slipper 啊。
咁再嘅前台咧？我唔知啊，比前台好多壞嘛。哈。一個咧前台無想過咧前台是即係是前台，唔是抓，唔是抓，因為樣本地條就是你作咧食超靈嘅嘛。唔是超靈啦，面作咧食配可能。哦哈。你一間房間條條攞聲嘅，咪到啲杜位，咪廿隻聲出嚟稱咯。稱咧 actually 是我係咩事？我出去嘅時嘛，先看到電視機是冚，電視機我開掉我冇冚。你話出去啊咯，你過後出去對來嘅時，就差唔多我12點了。我只開房間門咧，就規個人轉去了。咩數？因為你在開門條有一個你揸手柄時，嗰隻學表示你揸手柄時對咧，然後一個corridor，你看個直接去裏面層嘅嘛。一到啲我只開門咧，我就去咧 corridor 嘅位咧。有3邊嘅青蛙，對條蛙3邊青蛙啊，3邊呢，3厘呢，哦，到啲南面對條路啊，對條蛙係向條大門嘅，你我隻隻你先就冇去啊咯，一去看佢隻隻咧佢，我就媽隻大肚而家揸出嚟嘅青蛙，佢大啲外面青頭整攞餅下條水喺邊哦，即新嘅啦，新嘅三餅。你是新嘅，你不可能嘛？攞相機啦，應該是4餅嘅嘛。我夾隻餅出嚟。你問你係到啲都會，嗰有關來我冇壓出嚟，一箱到內邊或者沙地是完全是新嘅啦。小氣咯，完全是新嘅咯。只是到啲房間南面你試過靠南面啊？到啲房間內邊，你只開門時就看到到啲邊沙。啥啦？驚死人了！就先就冇其他事啦，就係攞好啦。有人知啊，唔好意思。有啲時要拍電話可能。你加大咩？我唔係大門嚟啊嘛，即係安排好事啊，佢不要講苦啲話。咕嚕咕嚕啊！你咕嚕看到鬼啊！咕嚕青花沙餅咕嚕咁咧。我咪去笑呢隻，都咪去插小耳咯。你喺最準時嘅時嘛，一制電話等喎。佢點發電話嚟啊？你一電話啲陣咧，我咪走去聽咯。One miss call。冇出聲嘅。冇聲。冇咩日電話起來有等嘛，特別對方冇講話嘅。哦。你冇聽呢？你冇聽呢？冇聲。冇差唔多時咧，上家是淡薄呢款咯，有時候是頭潮嘅聲。特別都喺準時嘅時咪去笑呢，只都咪登咗講，哎呀，可能學掉人面冇學掉人，可能是創地路啊。乜那學掉人創地路嘅臉啊！特別第大路名嘛，你第幾名？你個家大路名學咯。安量都對多條時候你看呢？你咪去講你係嗰啲劇大北京。我係你頂頭嘅時個揸一刀，上一間學掉時，我頭一刀去嘅時咧，每時有發生事是我團體裏邊嘅人劇咧，後樣羅志梅嚟，一拍電話同我講，哎呀，我超愛細粒鬼嚟女朋友困咯。你是假女啊？佢唔是喎，羅志梅嚟喎。羅志梅咪真係上咗你。係啦，係咪半嘛？呢日都俾我日正病嘅呢。特別有你會被搬你嚇。佢係愛做餅嘅，愛隻餅咯。Oh my god！一嘛，伊只嘛講伊 actually 是小妹是無看到嘅，是講伊聽到聲，聽到講有。伊是看到咩喎？伊唔是伊先聽到聲呀，伊就講有人買互伊帶落喺間房間。伊是講一個成日大媽都講嘅咯，你腳步嘅聲咯，走去咯。係啦。見下你看，我聽到嘅是講伊去成日叫佢哋拖下你接嘅聲。拖爛，你看呢拖爛嘅聲嘛？一接嚟個房間嘅時，呢個教我講咪房間。不記得啦，落去。講 continue，sorry。
我俾佢夾拖嚟嘛，我俾佢夾拖嚟嘛，乜嚟就邊佢其實要咁就我邊我舊已經冇多，夾拖嚟先啊！一再是一個見啦，係咪後樣大咯？所以個貴來會括。你講話一旁經咧，大啲你唔層嘅頭嘅位啦，嗰是一個 rabbit 嚟嘅。嚇，隻 rabbit 啊？你話旁經冇嘅咩？人家見啦，你 sticker 你揾嘛？有講到對我尋晚係時我大一邊大學名嘛，第二咩事？慢慢第二節就教我都解講咯，我講話有你反應唔見咯，所以冇病啦，第二名比較見咯，因為因嚟佢嚟教你困I mean 教我困啊，唔是困啊，就講你困啊，教你陪你啦。我諗垃圾嘅sorry啊，馬布。都計嚟困嗰個就你是用嘅 cameraman 嘅可能嘛，你話嘛教 cameraman 上起嚟面層咯，因為喺陣時望企嘅時是 winter 嚟就領嘛，所以攝影書winter 係點先，所以咪就領咯咧，喂都計困托卡嘛，你話幾時半咩事咧？一時成個時成個領佢頭咧走起嚟冚騰啊嘛，咁但係咧，佢就係 continue 去困，後面走起嚟面層會困樣咯。因為咧就係第二嘅事，早起嘅事，伊走嚟梅窩人嘛，你就咩住冚騰啦，就咩住潰騰啦。哦，你嘅博士，個領事話領天走去潰騰啦。係啦，我只是講住咧300嘅真係潰騰啊喎，領天。因為條呢，伊走起嚟潰咯，後面伊走起嚟冚呀。走起嚟冚，因為我望旁邊開部制啊嘛，แล้ว旁邊開部冚啊，話咩？所以起嚟冚是路看到，起嚟冚啦。我阿咪話我看到伊起嚟我目睭開啦，我看到伊走去冚騰啦，因為我門鈴嘛。一地自己咪唔會咯，自己開騰啦。喲，所以問你揾咯。我講聽我一朋友啦嚇，伊唔知啲。我咪講到咯，特別伊困嘅時候，伊講伊目睭開起來啦，你看到你想諗，因佢伊是白叮當嘅咧，你目睭開起來是白叮當，一聽到囡仔咧，嚟走嚟走去，你知道？那時伊看到伊囡仔嚇，伸你頭嚟睇看一邊啫，走去伸你頭嚟看啫，所以你聽到時候。伊成一伸你頭上，你目睭，你成個你頭看起就等於你困嘅時候，伸到冇想講咧，走嚟，伸你頭出來咧，走，伸你頭咧出來，拖頭出來，看到就，梗係你哦。頂到我有長數，有試就 echo， 有 echo， 試下貴啊，來講啲講。我頂到我有長數。我有當時咧是國家鄉嘅，就是伊是在阿面咁咩困嘛，咧嗰時廿尖頭冚個見面嘅嘛，有人困時你反嘅嘛，一伊係 feel 到咧係未使講人啊嘛，一唔見咧，咁我聽到聲誒，嗰時就 echo 嚟，即係我再一句。你話嘛嗬？是啊，按照我聽得是幾嚟？是哦。後頭嚟，到 mute 呢款。後頭你走去倒落啊，幫曬啊，走去看香港戲啊，曉。嗱，曉死人邊。幾嘢事啊？你問尋你 speaker 起來啦，我聽唔到啦，我諗 echo 啦。咯。你嚟講 continue 講。OK。因為關係冚廿尖頭冚個見面啊嘛，咩事是伊拄到國家鄉嘅咧，就是有人翹伊尖頭起來咯。掀你尖頭起來咧，掀尖頭起來咯，你目睭唔敢開咯。等陣 OK，當佢兩個輪流，當佢輪起之類是雲吞嘅事，雲吞嗰時自己千百看到嚇，還是尷尬啲嚇。雲吞我千百看到嘅，千百看到嚟講。我 OK，嚟雲吞。我未講只個數哦，之前我是讀學校嘅嘛，and then 然後
我就是看到幾兜貴咯，我都唔敢做都係講咯。哦呀，你但冇做學第一講啦。冇咯。哦，點解看到？做白面咯。哦。所以我知道我知道啦，我嘅公司哦，伊度賣我都驚咯，賣去泰國嘅時候。你別講句，希望有聲小簽。意思，一定攞嚟雲吞就更好聽就好啊！哦，杜驚啊，杜驚啊，未杜驚未去泰國做工啦。แล้วมี杜驚去泰國咩做工？正嘅杜賣豬仔啊！哦，哈密樹賣豬仔啊！去泰國就唔是做可能騙嘢啊！哦，叫人騙去啊！我不要聽啊，不要聽啊了。OK แล้ว我就去泰國咯，個有羅軒大伯教我做電器啦。做咩？哦，咁都在做工啊！哦，都在去嚇，都在去嗬。แล้ว我能就去 hotel 呢啲泰國嘅一間 hotel 邊掛景嘅啦。แล้ว阿妹我能就困咯。等困到半暝12點幾啫。等因為就響啫。但我成日打晚你啊。就睇打晚你啊。了。你去羅軒四大波哦，伊都買接電話啫。走困所以我就無變我咯，所以我就無變，我就一接咯。等我接了，我就聽到一間大波啫。伊就講什麼啊？伊講English，伊講，You didn't lock your door。哦，等我就係咯，你冇鎖冇嘢。我調過看門有鎖無鎖咯。然伊門有一個一個 lock 嚟講鎖掉嘅啫。但我都無鎖嘛，我都奇怪，安怎伊若外口會看到嘅咩？安怎會知嘅咩？奇怪嘅啫。唔是學得有 sensor 嘅咩？到底冇有可能？冇啊，你好嘅啦。上地學得佢自己你揾你咪。實際貴告訴我。食垃圾嘅上地。食垃圾咩？食古棍啊嘛。了你試下了，所以講你冇無鎖了。你都走去看嘢，我就鎖咯。我真是無鎖，我就奇怪安怎會知咯。OK，不要緊。我就鎖咧，我就困咯。等困到一半吼，我就感覺真像有物件喺叮當呢款啫。等我就開目睭咯。我開目睭，我就看到一間大波左幫塗骹。咩塗骹？左幫塗骹。拿了真多衫啊，伊邊啊，拿了折嘅衫。哦，折衫係折衫然後折衫咧，我就掉錯咯，都有一間大波嘅，我唔捌伊嘅，我那個房間冇都3間係嘛，3間大波嘛，你按照個加一間大波那邊阿妹哦，那邊折衫，然後我就真驚咯，老人嘅時候咧，冇咪看到伊面咯，阿咪嘛冇，你在前面食衫，哦，你在講有一個人影可能啊，伊應該是穿嗰啲長長嘅衫，唔知係咩衫咧，我唔知。แล้ว我就驚咯，我就愛看目睭啫。但是咧我看唔到咧，目睭看唔到，我冇看唔到，then 我就真驚咯，驚差唔多閃尿咗啫。老住，要我驚咯，你學話冇驚啦。係啦，我咪是想。是啦，你冇叫人，你冇叫人車。都被叮當了嘛？哦，目睭卡掉了，目睭佢未冚咧，是叮當被叮當咧，jam 掉。actually 有陣時是咧關係性影響嘅是做房級，呢個唔是房嘅喎。然後我如果實實做房咧，你成日搬房搬車咧，嚇。แล้ว我就無通做什麼，就係看目睭大大了看到伊咯。等伊就折衫折好了吼，伊就頭就係看過來我啫，等到伊看到我，等我本看到伊嘅款，等到伊就爬起來，我嘅款咧，你驚嚟啦我，伊就規個人跌我嘅身軀咧，然後跌落嚟，但伊跌我是冇感覺伊
嚇一人鬥。唔知喎。At least 學咩學 grade 但係呢啲人鬥咪是夾達咯。嗰時嗰時攏看袂到伊面誒，伊知都看就是一個人，特別你伊面嗰隻是哦，不嚇，你是想看袂出伊啥物面誒，伊就是隻樣呢，隻 shape 呢，隻形呢咯嗬。伊大陸重哦，未重誒，我無 feel 到伊重誒喎，輕那款就 transparent 那款呢。哦，那時都後面，你那時後面固定掉，你直接未穿開。哦，是咯。要掉我伊規個人點落去嘅。哦，你就加撈你去你身軀呢？嚇，規個人點落去。哦，點落去啊！你部鏡度我就無輸啊，我哋逼嘅咯。嚇，你去接路哦，逼嘅我就哦，逼嘅我目睭就會開冚咗咯。嚇，等我逼嘅我就嚷啊大細聲，我趕緊走。你特別有人嗱，拄着你看樣嘢看病。嚇，了路咧？了路按照有數 after that 你無啥接路係啥物無啦？無我就嚷咧，我就叫請我兩傾大波，我講我換房間我無插啊，我唔係甲伊講啥物事啦。嚇，啊，你有無梅路咩？有，我唔係講，伊若滿知啦。係啦。伊若滿知定都是有物件發生嘅咯。哦，安尼規暝我唔敢困咯，規暝我就差伊人甲我傾偈啊，唱歌卡拉 OK 啊，白雲吞。哦，你咧幫住時白雲吞，你都幫要去幫住時，咪是要叫人對落去哦。哦，我幫住張誒門無見嘅。你無驚你在聽洗頭毛時，或者在看嘅時，就開起來是翹到你面頭整嘅咩？哦，唔敢洗咯，唔敢洗頭毛。唔敢洗頭毛咧，目睭開掉，看咩真係長咗出來啊！是咯，清清楚楚流線就好咯。啊，你多久？多一工呢，好加仔一工呢。一日呀，對。然後咧，安姑個阿咪學得告訴我。安姑嚇，安姑成功曉落嘅啦，曉落就咪要及我計質啦，咱伊講要只幾個水叫啊，叫你講啊，講起來咯，人哋先是伊無通 online 嘛。啊，咱安姑伊講伊個基本先嘅個數樣就是方法啊，樣就是讀冊嘅時，咱有一年買房價嘅時哦，啊，咱伊就招幾哪裡同學咯，白去嗰啲雲頂嘅學校呀，雲頂啊，雲頂佚佗，是哦，後邊阮就這個數啊，伊嘛住喺房間內邊咯，你暗暝嘅時間食飽都無事做，都你嗰啲頭皮人樣，人嗰邊講咩捉迷藏啊，叫咩啊？哦，黑人色嗰種。即係曉落對嚟，我唔會記講哦。哦，佢哋你講了路嘅曉，咱叫曉落佢講。無，這是曉落嘅個數嚟。這是曉落嘅個數哦嚇。我叫你講看法，呀，有等陣。伊講嘅教驚。哦，佢 add to，mana boleh？即 add to conference 我未啊，嗬，等陣。是啊，學鬼訂掉，哎呀，嗱 add to conference 嚟啊。OK，就係等下。特別我舊嘅學校嗰隻都有呢款垃圾物件。嗰隻數，你講雲頂係咩數？我聽講雲頂就係人跳樓，就能搏腳。雲頂嘅有搏腳、樹腳嘅。塑膠啊，塑膠是一個冇嚟嘅喎，得未啊？你個就會去講下。咱伊就是講樣大房間內邊就佚佗這物件咯。阿吉樂，樣就是阿吉樂嚇，阿吉樂嚇對，阿吉樂，樣就是冚開啊，咱房間就門冚嘅了，冚嘅了，就大房間內邊啲啊。咱就是掠就是做鬼啊！咱真係是嚇，真係暗咯，佢哋房間。嚟啊！曉落啊！曉落，你來未？嚟了。嚇！你帶 headphone 哦？嚇？你冇帶 headphone 啊？我用 Skype，我冇 earphone。冇 headphone，我冇聽到你 headphone，你就聽到我 echo 啊！有。你琴日咱今日點啊？可以一人講幾個事啊？琴日講咧，我就琴日你 line 冇咩好事。
你講鐵道，你講去雲頂去啊，鐵道阿一路咧，唔知？哦，你好。我一人講啊。你只能講，because 我 speaker，你 speaker 就亂嘅數，所以那時你未清 headphone，你咁樣講咧，我就冚咗。OK，我講過下。當叫我講到你去雲頂啊，鐵道阿一路咧，就會去講。哦，應該是 First World Plaza 啦。唔係講住，對，未使講。就冇話解啦，然後應該是8樓咯。啊，問講小姐，問講小姐講係咪咪嘅發生咗啊？哦，我諗阿咪姨係你黑人色嘛，แล้ว阿姨แล้ว我諗姨冚人掠掉冚人就是冚人做鬼喊咯，แล้ว我嚟ทางอ่ะขามีไรแล้วเฮ้ยมึงขามีไรเรา嚟กีกะเกียที่ไรแล้วมา所以我諗依家一半時อาจจะ1點半喊啊，แล้ว有人嚟แต่正到滯哦，我諗到你看咯。你都冇做晒 effect 啊？有啦，但我做小姐啊。哦，但我隨看有。แล้ว嚇，冇。嚟就會講。แล้ว我諗到你看咯，因為我諗5年級嘛冇夠慣嘛，伊唔是啊你伊學得唔會嘛是一個坑咯，咪看佢去，因為冇夠慣，咪去夾到伊咯，咪再夾到伊看時啥，看無物件在，我諗啥，我諗隔壁房嘅人以我人在哦，แล้ว我諗要開門出去看咯，咪再看下來，corridor 都無人。อันนี้ลิงก์อันเดียวหลังอีเตียงกูยังบอกคนเดียวหลังละอีว่าหลังสิโอโซ่ว่าหลังขำเนาะแล้วขำว่าก็จะจับเราขี่อีใจว่าเราบอกยาสิว่าดีอีอ๋อ講嘛，攏定下細漢仔去。ฮะ定下仔去嘛。講你記唔ฮะแล้วอี佢จะก็จะ來叮當者喎แล้ว我就叫我朋友去看咯我咪去看嘛所以我叫我朋友去看伊講看無到物件喎แล้ว我就無相信咯，有人帶證，我看無到物件，我家己去看。哦。แล้ว我白起去看時，阿老媽死哦！Holy shit！我看咗無該看物件了。啊，講我聽啥物講？係你 bodyguard 啦，都知哦 ，security guard 啦，一穿伊 security guard 嘅衫都知哦。啊。แล้ว青色嘅咯，แล้ว好彩伊無。炸掉一邊啊！冇我看呢邊，我未看佢咩，佢講嗬。你都開門哦，你開門哦。我唔敢開門啊！我可能是假 security guard 咧。唔是啊，玻璃性姑娘，那個假嘅。喲！按照玻璃性姑，你看出去咧，坑嘅時，你看到一盞咧，還是你開門？我冇開門啊！我看到時候飄然嘅，可能喺飄掉，玻璃性姑可能，哇！我都。佢咩走去面窗位，咁咪夾點冚啦，個老叫人困一問伊啊。哦。然後人聽人們，人們行，然後馬仔起來啊，我哋學啲佢個碰機去哦，咁又衰呢，都冇人行咧，佢哋碰。驚死啦！因為人冇，係咯。喲，驚啦，咁人掂呀！如果把你故意告訴我，你把你自己親身看到嘅物件。學樣可能咯。特別故意告訴別人嘅字啦，我自己真係少啦，中毒有啦，中毒。啊，把一人個講故意告訴是咱七月嘛，咱七月使講個字，特別當佢學掉是講學掉嘅呢。啊，แล้วOK，你當佢了下咁時候，我覺把隻個考試嘅話，你當佢琴日時我個叫硬股講咧，特別傻啊啦，冇講手機冇幾層。係。感謝曉樂嘅朋友可以用來電腦啊！我聽到你聲大杯。等陣，阿俊啊，可俾講我隻嚇。講咩？呢度這邊，伊借我電腦嘅。感謝你照呢個曉樂寶用來電腦講鬼故事。我講你曉樂，你知係咩？曉樂是先。但可能講咩先到落啦嚟，先到落啦，舊日10點未使講嘅，俾佢朋友就講。
小青啊，無明白。就落啦，不知都聽完節目都特別白啊，聽完節目特別白啊。感謝啊，不知 call 落我屋企我hang up 一聲。OK，好，拜拜，感謝。拜拜。OK，你當然接去講紅姑嘅，係咪？紅姑講你自己嘅。哦，我自己嘅嚇。嗯。有一個故事啦，就是我攀一個導遊啊邊聽來嘅啦。嚇。咱意思是講伊唔是馬步咩？啊？唔是馬步咩？我另白你啊，導遊嘅嗬，咱就是講伊就帶團去嗰個海南島咯。去海南島佚佗啊，到馬來亞人過去海南島佚佗嘛。嗯。咱佢後咧迄導遊就接咗消息，就講迄早就接咗消息，就講迄酒店嘅房間就無夠咯。酒店房間無夠，咱佢後就是怎樣講啊？咱佢後就是一隻頭殼聽，本來有團嘅人有30人嘛，咱樣本來是25間，咱酒店就講我係學你10間爾，咱其他佬自己想辦法咯。咱樣都無變咯，你導遊就決定買個人講房間無夠嘅事咯。咱佢後本是一定嘅人就過去到海南島嗰邊佚佗咯。咱就是海南島是中國呀。海南島中國對，咱佢後就是半路嘅時呢，你導遊就是真係頭殼聽咯，之後等陣就看好咧，暗暝要互人困到落啊，就看困，安排房間啊，你看咯，咱佢後咧，只頭殼聽時，佢後咧，導遊就是想到咯，阿無安尼看我多車頂甲人講幾個事哦，有約嘅你就講佢真係是講一篇，講個特你起毛幾長嘅，到車頂嘅，唔加多。咱舊嘅暗暝就是舊咧 hotel 入邊嘅時候，特你就驚嘛，就本來是一房間內人困嘅，你看呢啊，幾個事佢後一驚啊，就招你夠識嘅啊，就4個人困住房間，4個人困住房間嘅啊，咱佢後你導遊就真係是頭潮嘅樣，本來房間成功啊，驚嗬。因跟啊用啲北京呢個春羅經啊，啲導遊跟住我一人群經哦，歡喜個要死啊！就是安尼講，你睇個是幾個事啊？厲害！馬步你學掉馬步，阿蕉學掉功夫哦，唔通啊？阿蕉個做導遊過，俾佢哋導遊成理無好啊！冇啦，我都冇做啦。我冇做啊嚇，等你做未到這樣事啊！我做導遊，你個有等陣，咱個輪到對嗰隻豆漿豆漿，阿蕉嘛冇個係咪有自己嘅經驗？有啊，不多講過。有台灣嘅時，台灣嘅酒店本是嗰隻咁只到啲台北去，是本是真係舊嘅酒店嘅錢嘛。了本是捌有拄着啦，但我唔是講，我無講只看到嘅，是嗰隻是講感覺有爽嚇，就有感覺嘅，因為講成個有嘅樣舊嘅酒店內邊咧，有嘅是無彈牙嘅，所以嗰隻無彈牙嘅房間真係怪只陰啊，只陰嘅嘛。我喺前幾次我住喺一間是本是真舊嘅啦，咪講名嘅。了整個暗暝迄陣時是4個月嘅，差唔多是應該是是無講只冷，無講只熱嘛。一房間嘅我困嘅面出邊是直感覺都真冷咯，你咪起來冚aircon咯，一冚得多冷喎，一個暝無咩困咯，一直。其實感覺講，啲人出奇怪咯，安尼拎，一冚被當冇時拎，一個人喺鬼後嘅時，就係講話，因為我地址知道話學掉咧嘛，一家就講啲地址知，一種冚被當安尼爽嘅，安尼溫暖，所以話時候起來咯，應該是困唔着位咯，困得生嘅，可能困覺唔驚，咁你嘅困啊！就對我哋個唔制講是水嘅是引導嗬，個了然。冇看到嘛？你看唔到嘛？了安怎時候特擺垃圾條時冇幾長啫，然後我這邊因為想啊，一邊一大一間房無通啊，一直唔是學得啊，特別我講聽，
這是我說啊，所以唔係叫我實落講啊。一去大家，一去大伊 K 八嘅厝，你知道？伊 K 八嘅厝，伊一間成個人啊，伊是成個工人嘅掛刀，然後呢，人工人嘅房咧，一無通啊就，你一無通啊，伊實在去伊去困那邊，伊去那邊大一大，即係人冇讀冊咪，去那邊大，所以大伊講，但係咩味掉只臭嘅味嘅就，伊講味嘅臭咧嘅車喎。伊這個車咧是伊成成伊細行個大漢，伊本有人哋看到人哋物件嘅咋，所以伊度念經哦，伊個伊是好搞，伊個念經，講念經嘅時候，伊啲垃圾就看到實一隻磚，可能係一個金磚咧，就是然後就起頭就起來咪用咪定義咧咯，但是伊個牙手，伊即是冚掉目睭，伊啲咩啲跌掉時啊，啲念經掉時。你講一冚掉時，一味到那臭時，一撞來時，一隻左撞來時，一隻手他一起來他面頭就咧他就係講啊，降落去一手嘢，一垃圾就睇電暖暖咪見到活落去一手嘢講。你有時你有一個你真咗個佢咩幾年啊？你後尾是一搬到黑邊搬出來，隔離大舊話到 DKL 是往做隻水厝嘛？我講你把單話睇唔見都唔通教我講哦。伊個伊小弟咯，伊小弟本看會到，然後伊本看會到，然後佢一人講算還租咧，唔知半行。你是有一道時，咪是出去個靠往嘅草包位，我一出去往厝對面接受對面 SS2 嗰邊嘅，不 Section 4不。唔係 section 14 SS2 嗰邊，有時我厝頭前會寫隻 playground 嘅嘛，伊特別 practice saxophone 一半，你 saxophone 係伊特別去敲 practice，because 伊買亂嘅話嘛，伊就去敲一半，有一對嚟時，頭是 practice 個點正嘅，有一隻出去然後冇夠9分鐘，對嚟一邊就請一架去樓頂嘅，你講係咪事？我講張財對嚟講，哦冇啦，我大一啦，你時過一時就咩時間我講定當時自己本時有人嚟割伊牆妹啊，唔是人。唔是冷嘅，講棒嚟割伊牆妹咧，啪拍伊藤眼咧。你驚係咪走啊？แล้วก็แล้ว就可以講即係安姑，唔係安姑講你自己嘅，咁你冇講到個。啊，我自己。啊，你講咧喎。我自己，我自己幾個數下。自己 hotel 咧喎 ，hotel。hotel 啦嚇。講者。我唔是幾個數啦，咱就要看我唔是幾個數咧，是人種我是考了 SPM 嘅時，咪是幫考了 SPM 就是無讀冊啦嘛，就是幫嘅嘅時陣就是幫生對我對幫生嘅時陣，對我朋友去上地咯，去上地去美國嗰邊佚佗咯，咁上地咧就是你講就是有電有8人嘅，你看下，咱就去有搬4間房間嘅看困咯，然後過後就是真係是。只無辦當啦，咱就是你看少年囝都在咯，就是無插嘅咧，無死嘅咧，無插嘅字啦，就是去教育去啦，那邊人思索講話啦，咁樣無辦當嗰啲啦，咧佢又就是佢咧暗暝是食飯嘅時就是講話有兩個查某嘅咧平當迄個面青青啊，咧佢又就問伊暗暝事咧叫我阿母你對我去房間。佢看啦，你自己嚟知啦。我唔敢講嘅，就我講唔敢講咯。你佢話我真奇怪咯，無大無志咧叫我去房間，你佢唔去。你佢話就佢過去嘅時，伊就甲講，你看你讀頂後邊你電話邊你 Bible 已經開了呀。喲，伊講我 before 搬去對咯。咧佢就是要 Bible 開了，一人錢啊驚。因為直接房間就是開了啦。對，頂頭人講是都特別，就是咯。能講咩嘛不？冇頂有人講啊，是講嗱都接房間，因為房間條有一個唔是 Bible 就是係古人嘅嘛。有人講，嗱是講伊是冚掉嘅話就 OK，有人講開掉嘅話你放大。哦，唔同大。你邊時有人啲踢掉咧？咁驚先咧，我你講咧有人咁驚嘅嚇，唔知啊。兩張伊開掉兩張。咱佢學樣冚都唔敢冚，因為咱佢樣接舊房間嘅時，樣休息嘅時候，樣真係是攞嚟諗咗隻大啲咧，大啲咧變成樓頂嘅，一間另外一間呀。
啊，暑假另外一我件，攞聽雜波嚟，攞聽雜波嚟。查某咪使暑假，唔使咯，咪跳過磨豆腐咩？啊，你就講我樣子呢是只一講咯，唔要講我驚嚇個就係驚。啊，樣子呢是嚇個講啊。安怎嘢好驚咧？我那是講我接氣時啊，看到佢就我都唔要去笑咧，白刀嚟啊啦，同佢。我有可能是聽人講過啊，你可能有隻笨蛋啊，就是講啊，你當然啦，係識就講笨蛋嘅物件咯，你喺家己嚇家己。講照點笨蛋嘅。恁個後就是叫我去看，就去看真係是開了嘅咯，到房間那邊咯。然後我有淡薄驚啦，講真嘅，淡薄咧個袂使講啊，我等陣間到邊嚟啦，袂使嘛，無面嘛，個死愛面，個死愛面喺度睇下，恁個我只驚咧。你都驚換房間哦？啊，我冇換房間，我話去，我唔是講。啊！冇去廿你赤嘅冚起嚟咪冇數咯，嗰時笑啲咗嗰入邊冇數咯，就是一驚，直接驚起嘅時陣嗬，即係話你冇幾步呢，或者呢，學一家己剛剛係有時啊領啊，你講呢個成個，啊你行落去成日行成準，驚未夠，咁啊驚未夠，你講又，你佢又就是驚搞嘅時陣嘅時，搞咧到頂嘅時，我都去看你赤。你看下我真係是我未得閒啊！我幾個人我真係是吸落去笑呀！你話做咩事？因為喺呢時就上地電話鋪啊！你嗰啲電話一吹聊嘅，你搞我真係是思維講咧，比較強嘅你看我真係一笑到我未得閒啊！乜奇怪啊？講我家己來看，這是電話鋪嚟嘅。我未得閒啊！對起是一搞份經嘅人講我話真係是隻笑話，你本肉股啊！啲嚟是啲啊，估嘅咧咩是笑嘅？係啦，特別是，安尼咱阿偉就告訴特別講笑就冇拍定是驚。啊！你講嘅嗱，白酒店嗱，講嘅笨蛋嘅唔計，只有幾項唔計注意嘅。嚇，你這行哦，佢就另外一出 show。冇啦，嗱講當然講嚇，受歡迎嘛，唔嗰就係講電腦白字會使講過。我是講啊，酒店嗱，頂當時大啲價往價 driver 嚟困嘅嘛，咧 driver 學得大錢啊謝啊嘛，咧報數唔債嘛。意思講啊，多酒店咧就係經嘅會咧是英文未使冚嘅。哦，啊，แล้วก็就是就係經咧有見咧啊對，แล้ว嗰度就是就係經咧有見特別啊清氣，唔係講做個搭啊咩可能嘅。哦，好，我只清氣嘅，特別我就係經。所以就係我買大邊，買做一旁經垃圾啊。哦，你可能好就 OK。哦，你睇，這就是講呢個笨蛋嘅物件事，這就是人講嘅，這就是假啦。你翹笨經嘅人，唔是啦，我是話係你 driver 講嘅數據。伊翹笨經嘅人，線你 driver 嘛，你咪清氣嘛，咁樣翹咧字咯。OK 啦，潮咧耍冇咧。OK， 當然天貴啊，明記啦，寄嚟啊，寄蛋啊，嚇。我即並12點咧。當今日結婚嘅時，把酒開起來時，萬塊就見拿就拖出來嚇啦。好啦，感謝咱嘅來參加我哋節目，我睇到即檳榔馬杯酒咯，唔是檳榔，你是多咯？新加坡檳榔啊，你就檳榔啊？哦，新加坡。你新加坡酒啦，แล้วก็冇啦，唔是新加坡是檳榔嘅啦，你是檳榔多隻㗎？你冇講多少卡？唔是啦，我檳榔多啲即係布基針嘟嘅。哦，布基針嘟布基針嘟，話你講下布基針嘟。แล้วแล้วก็感謝即係人嘅一啲努力雲吞。雲吞歌數嘅幾啲啊？係啦，雲吞你嘅見人都截晒。你雲吞，你個看到 so far after that？ 有啊。貴刀嗎？要死，但邊三別落啊！嗱，你有啊，直接冇啦，拍住個對嚟講。會使。咱試過人哋等嘛。
挪鬼嘛，七鬼嘛，轉鬼嘛，咱使講甲亂。咱把這個到底來講啊？啊，今時啊，人嘅紅古鬼是講講一個好潮嘅鄧華婆嘅上地鄧華婆。今時咱把這個來參加，咱接落去肯定咱個把這咱個落一出嘅嘅古嘢告訴過啊。那個叫人對嚟講，帶住住人企喺網頁，企喺你 forum 咪亂等嚟下去寫咧時候 remind 我咧時候，會記住我歸落嘅時候，佢就講幾個數個啊，雲吞落粒個較直幾個數個，如果刺激咯，我把這時間講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邊啲學見.com 為寫落意見，嗰時去即係 forum 咪 forum 度邊啲學見.com，當然嗰隻新嘅叫做賣青哥，你使去留話，但係你咪講幾個數啊，特別往時有啲人講嗰時個叫我問講，叫我笑得對，唔得就最好時候未起啊。OK， 講爽 ，OK， 拜拜。